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 YouTube 頻道。我係 Indera 葉慕雅，我係一位人智學研究者同埋華德福老師。希望你多多支持 share、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頻道，撳埋個鐘仔就可以收到我每一條片嘅通知啦。人智學係由 Rudolf Steiner 所創立，中文係譯做魯道夫·斯泰納，亦都可以簡稱 Steiner 或者係斯泰納嘅。係歐洲奧地利嘅哲學家、改革家、教育家、藝術家等等，亦都係華德福教育嘅始創人。所以有人話斯泰納本人就好似一所大學咁，佢對現代社會嘅影響係多方面嘅。最出名嘅就係佢所創辦嘅華德福學校，喺1919年德國創辦咗第一間，之後就傳遍全世界。而家全球有幾千間嘅學校，係全世界最大嘅非宗教另類教育系統。所以人智學係非常值得研究同埋學習嘅。我喺25年前就去咗紐西蘭讀咗個華德福教師培訓課程，之後就返到香港。當時喺中國嘅華人社會，即係中港台，只係由台灣係啱啱開始咗幾間嘅華德福實驗學校，之後去到2007年，大陸嘅內地咧亦都開始成立咗第一間，跟住就睇住佢哋越開越多，到而家中港台已經有好多間，就連香港都有一間華德福嘅國際學校，同埋幾間嘅本地學校。我哋首先睇下斯泰納嘅生平啊。斯泰納咧係出世於1861年2月27日，就係喺1925年嘅3月30日去世。今年2025年啱啱好係佢去世嘅100週年紀念。我喺今年3月30號都有去參加斯泰納嘅100年逝世紀念會。斯泰納出世嘅地方就係當年嘅奧匈帝國嘅一個普通家庭。佢爸爸係一個平凡嘅火車站站務員。斯泰納出世2日之後就受洗，入咗羅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 Church， 即係一般所講嘅天主教會。由於佢爸爸工作嘅關係，佢哋全家都經常係喺奧地利境內搬屋嘅。斯泰納細個嘅時候咧，就好鍾意去附近嘅樹林同埋大自然嗰度玩。佢都特別對火車同埋車站嘅有關技術科技好着迷。佢喺屋企係大仔，有一個細佬同埋一位妹妹。斯泰納從小開始就留意到有2個世界嘅存在，一個就係我哋五官見到、接觸到嘅世界，另一個就係見唔到，亦都五官係接觸唔到嘅世界。佢大概7歲8歲開始就有咗呢一種超感官嘅經驗，但係佢發現佢其他人咧係冇呢一種經驗嘅喎。所以佢亦都唔敢同其他人提起。當斯泰納讀小學嘅時候，佢曾經將手放喺數學嘅幾何學 （geometry） 書上面嘅時候咧，佢就認識到幾何學嘅世界都係睇唔到嘅領域，因為佢經常感覺到睇唔到嘅世界。喺斯泰納嘅自傳之中，佢提到：我可以接觸單純精神層面嘅東西，令我內心非常之快樂。通過幾何學，我人生第一次感到幸福。之後佢亦都提到，當我運用幾何學嘅時候，我同自己講，喺幾何學之中，我能夠以心靈力量了解心靈純粹經驗嘅東西，從中我係找到咗正當嘅方式嚟到描述靈性世界。就好似我描述物質世界咁樣，即係話我哋喺學校學幾何學嘅時候，
我記得以前數學老師同我哋講過，幾何嘅形狀係唔存在於呢個物質世界㗎。嗰啲三角形啊、圓形係完美嘅，其實喺呢個現實世界係唔存在㗎。咁當年我就心諗啦，唔係喎，周圍我哋都見到三角形啊、圓形啊、正方形、長方形，咩形都有㗎啦，點會冇啊？咁但係咧，老師咧就強調，你現實睇到嗰啲都係唔完美㗎嘛。完美嘅三角形、圓形呢啲形狀只係存在於我哋心裏邊嘅啫。當時我都唔係好明佢講啲咩㗎。咁斯泰納就係從幾何學之中咧，知道咗佢都可以陳述佢所接觸嘅超感官靈性世界，就好似幾何學可以描述超感官經驗咁樣。喺1872年嘅時候，斯泰納就11歲啦，佢就開始每日行路或者搭火車上中學。之前佢經常接觸大自然，而家就要去到大少少嘅市鎮嗰度返學，對好多新嘅感官印象都覺得難以適應。不過佢係非常好嘅學生，唔單止鍾意幾何學。14歲嘅時候咧，佢就買咗一本小小嘅袋裝書，即係我哋可以擺袋入邊嗰啲書仔。嗰本就係大名鼎鼎嘅德國哲學家康德嘅哲學名著《純粹理性批判》。題外話，我以前都係喺大學嗰度讀哲學嘅，有睇過呢本書，都覺得係非常之艱辛㗎，係要另外睇介紹呢本名著嘅書，先能夠大概明白呢本名著嘅內容。除咗睇書同埋研究，斯泰納經常係從事家教老師嘅工作。14歲開始，佢就以此自力更生，因為佢家境係唔算富有。15歲開始就經常教嗰啲同學，所以佢成績一向都好好。佢讀大學嘅學業亦都係靠做家教老師所賺返嚟嘅支付。最廣為人知嘅就係斯泰納攞到學位之後，曾經幫一位10歲患有腦積水嘅小朋友做家庭教師。好多醫生咧都判定咗呢位小朋友係冇辦法正常學習。但係斯泰納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教佢，跟住2年之後，呢位小朋友竟然入返正常嘅學校，同同年紀嘅小朋友一齊學習。之後呢位孩子咧仲完成咗高中嘅畢業，高中嘅課程。之後咧仲做咗醫生喎。咁想像下，要成為醫生啊，要幾強嘅學習能力咧？咁呢個真係要大部分歸功於斯泰納嘅悉心教導啦。咁跟住斯泰納嘅下半生，我哋就會再開一集講嘅。多謝各位收睇，再會。